欢迎收听3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思宪牧师，平安。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士师记的4章1到16节。士师记4章1到16节，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循环又开始了。以户死后，以色列人民又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呢就把他们交在当时这个夏所城的迦南王耶宾的手里。这个耶宾呢，他是一位王，而他有一个统帅叫做西西拉。这个耶宾呢，他所带领的军队在当时可是不得了，他们有900辆的铁战车，在迦南地上应该算是军备实力最强大的。对照当时的以色列人，一直到以色列人后来建国，就是大卫的时代，他们在那段期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军备可是这样的军备竟然在士师时期的时候，耶宾王已经有了。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中，因着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又面对这么强大军备的这个邻居，所以他们是大大的被欺压。在现代中文译本还说，这个王呢残酷暴虐，压制以色列人20年。于是这个循环继续往下了，在那个自己都没有办法帮助自己，连自救都不太可能的情况，他们又转回去找这个祖先所认识但他们不认识的上帝，就在那里呼求上帝的帮助。而在这其中呢，有一位女先知，她叫做底波拉。她是一位女性，就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们得罪上帝的时代，她被上帝兴起，成为以色列当时的士师。她常常在以法莲山区拉玛和伯特利中间这段路程，有一棵棕树下，在那里为人来主持公道。而就在那个其中呢，有一天应该是他领受上帝的感动，他派人去到了北方拿弗他利这个支族分配的地区里面，有一个叫基迪斯的城，去那里找巴拉。去到那里找巴拉做什么？20年了，我们应该要来面对了。20年了，上帝他的感动临到我们当中。底波拉告诉巴拉说，你要从这个拿弗他利和旁边西布人支族中去召集1万人，率领他们到他伯山。我要引这个耶宾的统帅西西拉率领战车和军队到基顺河向你迎战。简单讲就是他们要找人，然后找一群人，然后来对抗当时西西拉所带领的军队。然而在这个时候，上帝的感动，上帝的命令临到巴拉，而巴拉的反应是什么呢？在这里巴拉的反应是，如果你要跟我去，我就去，但如果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巴拉面对这位他祖先所认识的上帝，他或许也有认识，甚至他从底波拉来认识，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有相信有怀疑，他觉得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等等，有很多的顾虑。但是在这个时候，底波拉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底波拉告诉他说，好吧，那我跟你一起去，可是你如果打赢了，你也没有攻击，因为上帝要把这个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的手中。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所以巴拉如果带军队去打赢，底波拉跟他去，所以如果打赢的话，这个战功就是算在底波拉的身上嘛？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上帝的心意感动士师底波拉，然而他完成他的工作，透过这些愿意被使用的器皿，
我们会看见上帝的工作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底波拉士师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并且在这过程里成为别人祝福的角色。在我们主日才刚刚过的说到对的人，这位底波拉就是一个对的人。什么样对的人呢？就是他是对焦在上帝心意的人。他清楚知道上帝要巴拉去打仗，而巴拉若是愿意，那他必要经历上帝的带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到今天的经文14节的时候，底波拉就鼓励，因为他已经跟他一起去了嘛，就鼓励他说，前进吧，上帝在带领你，上帝已经要把西西拉交在你手中了。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中，上帝虽然是兴起的是底波拉，但是其实他周遭的人因着上帝的心意，也透过他的生命一一的被兴起。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更大的祝福跟恩典是，其实真正兴起他们的是上帝。因为有上帝，所以底波拉被兴起；因为底波拉愿意，巴拉被兴起；巴拉愿意，这拿弗他利还有这隔壁的这个西布伦之处，他们就因着他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带领，他们就一起在今天这场看起来人不可能赢的战役当中，他们得胜了。而且上帝应许他们得胜，不仅是兴起他们的生命，还兴起了他们周边的环境。透过这个环境，我们看见来到了16节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军队突然溃乱。但我们如果读到第5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好像有些蛛丝马迹，讲到这个环境，自然的环境被上帝兴起使用，以至于巴拉的军队在那个不太可能下雨的季节里面，基顺的河因着雨水暴涨，结果这个耶斯列平原变成泥泞地，他们踏在那上面，反而开着这个铁车很不好打仗，他们就被以色列击溃。而在这个整个战役当中，透过今天祷告的经文，我们看见上帝坚固我们的生命。罗马书15章1到2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有上帝，底波拉被上帝坚固，能够在棕树下为人主持公道，更能够鼓励巴拉起来为主征战。也因着有上帝，这位巴拉他能够跟底波拉一起携手来战胜看起来用人的条件资格无法战胜的西西拉。可是因为有上帝，他就兴起了这个环境，使正在劳苦重担被欺压的以色列人，经过了20年这么长久的时间，他们再次被上帝拯救，甚至再一次在这个战役中得胜，因着他们愿意被上帝来兴起。而这一切所经历看来是恩典的事迹，只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上帝听见我们的祷告，听见了以色列人的祷告，在20年景况当中，因着自己的罪恶所累积下来，好像看似没有机会，可是当我们愿意呼求神，我们愿意转向神，我们愿意为上帝来兴起，成为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上帝就使用我们的生命来经历他胜过环境罪恶的恩典。愿上帝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如同底波拉，如同巴拉。看起来巴拉好像不是那么的有信心，不过他仍然愿意
跟着底波拉一起来打这场胜仗。而我们即将看到这场胜仗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他知道因为有上帝，所以他所行的上帝来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有你，即使环境如此的恶劣，即使在前面的道路还有很多的怀疑，还有很多的焦虑，还有很多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的地方，然而靠着主你一步一步都是恩典之路。主，你在士师记让我们看见你在每个境况中都与人同在，可是我们自己要愿意放下自己手所抓的劳苦重担，要放下自己的罪恶，不再活在那罪恶当中，而是要来到你面前，转向你，有悔改的行动，有愿意跟随的行动。主，谢谢你透过底波拉和巴拉，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为主兴起，主因着有你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来经历得救和得胜。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台湾境况中，主，我们要再次来经历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再次来看见每一天都有主你的恩典，因为有你，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代的黑暗，因为有你，我们能够在压力和许多挑战当中再次来经历你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持续带领我们有从你来眼光的盼望。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让你在所行所做所看的事情上面，因为有上帝，这一切都要有恩典跟随着你。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